戲院自1972年起咧，就喺我身後嘅呢個位啦，計埋咧都差唔多半個世紀㗎啦。之前好幾次約滿嗰陣咧，差啲傾唔掂要執啊，好彩臨門一腳咧都仲揾到人續租。但係咧，有邊個會諗到啊？今次新光真執笠咧，竟然唔係因為錢嘅問題啊，而係因為一間教會。咁歡迎大家個 class 啊！今日就等慧術同大家追講新光戲院結業嘅尾巴啦。哇，好耐冇講過呢個台詞。其實新光戲院咧，嚴格啲嚟講咧，係應該叫做新光戲院大劇場嘅。呢個咧就係關佢而家嘅老細，即係李居明事啊。咁但係佢咧就陣間再同大家講。而家就簡單同大家講下新光嘅歷史先啦。新光而家嘅呢個位呢，其實前身咧係商務印書館印刷廠香港分廠嘅舊址啊。當時咧因為中日戰爭啦，咁商務咧就將個總管理處同埋編印中心由大陸搬咗落嚟香港。打完晒仗之後咧，就搬翻去上海。而印刷廠呢度咧就冇咗啦，就變咗做僑輝大廈啦。而地下嗰層咧就起咗一個有舞台嘅電影放映院。新光咧就喺1972年9月10號開幕，之後咧就因為有上海嘅劇團進駐啦，咁所以咧就變咗粵劇嘅演出場地啦。新光咧喺1980年就轉咗手由霍英東做主席嘅新光娛樂有限公司經營。80年代咧呢度差唔多真係每一日咧都有戲做㗎。當年咧仲有好多粵劇大老倌都喺度做過戲嘅，就例如有任劍輝啦、白雪仙、陳寶珠。再新啲嘅咧就有蓋明輝，仲有汪阿姐、汪明荃。我諗呢啲名咧大家都應該聽過at least 一兩個㗎啦。當年新光係富到咧直頭唔會租個場俾啲新人嚟做戲嘅。再之後咧，去到1988年咧，新光就交咗俾呢個香港聯藝機構有限公司經營。咁但係咧，關於呢間公司嘅資料咧，就網絡上近乎零啊，淨係大概知道 Covid 嗰段時間咧，佢哋仲係存在嘅，因為我就上網揾到佢哋有拎過嗰個香港保就業嗰個津貼。香港聯藝咧就一路繼續租啦，咁但係中間咧呢度嘅大業主換過，租金又再加過。曾經喺2005年咧，呢度嘅業主咧係想收翻新光咧，重新發展成為一個商場嘅。後尾咧連阿姐同政府都加入斡旋啦，呢件事咧先冇成事嘅。之後聯營續租多4年，第二次租約完嘅時候，業主咧就乘機加租啊，加到呢度咧每個月70萬。當年咧已經有啲風聲話咧聯藝已經唔想再租落去㗎啦。去到2012年，聯藝咧就因為話瘋狂蝕錢啦，咁所以咧就真係決定放棄新光，話以商業理由咧就唔再考慮繼續續租呢度啦。呢次咧就真係新光最接近收皮嘅一次啦，大家咧都以為咧新光就咁拜拜㗎啦。但係咧仲賺過拍戲嘅劇情咧就真係發生咗，竟然咧新光喺完約前嘅2日，突然之間咧有一個人衝咗出嚟啦，幫呢度續咗4年租嘅。而我講嘅嗰個人咧就係呢度而家嘅老細李居明啦。大家認識李居明咧，就可能因為呢個或者呢個，但係分析咧，原來佢係 BU Journal 畢業㗎啦，仲做過信報嘅 part-time 財經版記者啊。後來佢就去咗做編劇，而就係因為咧，佢又成日會跟啲老細去拜見各地嘅風水大師啦，拜下咧，竟然自己都做埋風水大師啊。咁但係因為咧，佢有個電影夢喎，於是咧就進軍咗粵劇呢個領域，為咗推廣粵劇文化咧，喺2011年成立咗盛世天戲劇團，仲要真係用咗1年嘅時間啊，就寫好咗7套新戲簿啦。然後仲要咁啱喺新劇團成立之後1年咧，就遇到新光要出手相救啦。當年以每個月100萬續租，仲要預繳咗1年租約之後咧，佢就即刻用咗成1000萬去翻新嘅新戲院，希望將呢度打造成東方百老匯啊！當年嘅事咧，老實講我真係冇乜留意啦，就更加冇乜印象。咁但係睇翻新聞咧，原來當年後任特首梁振英都有出席呢個開幕禮剪彩活動啊！呢啲咪真係盛事咯〜翻新咗嘅新光戲院大劇場改名咧係有原因嘅，因為佢又有戲院又有劇院啊！大家都知新光係戲劇嘅表演場地，一院就係一個可以容納到1033位觀眾嘅劇院，即係可以睇到粵劇嘅地方。而呢32行嘅位咧，票價就由180蚊到500蚊不等。除咗粵劇呢個容納到1000人嘅場地，仲可以做舞台劇、做話劇，可以開演唱會。然後咧，其實呢度仲有電影播放設備，冇大戲做嘅時候咧，就可以當係戲院咁用。除咗有觀眾席同埋舞台之外咧，中間仲有呢個音樂池啊，即係 live band area，唔係好多粵劇表演嘅場地大到可以有呢個位嘅。然後沿住呢個 fancy 嘅燈樓梯，首先有呢個戲院凳加新光霓虹燈打卡位，再上呢就有新光展覽區，再上右邊就係廁所，左邊就有其他展品，然後再上呢先係2院新 digital 啊！大家可以當佢係一個中型戲院啊，都坐到108個人㗎。
其實呢度最初咧係同樓下嗰個粵劇劇院連通嘅，坐喺度睇粵劇咧就好似嗰啲 balcony seat 咁啊。係後來咧覺得呢個 layout 唔係咁好，咁所以咧就係1989年獨立咗出嚟，變咗一間戲院，大概就係呢個樣噶啦。大家而家見到嘅呢個樣咧係喺2014年 update 之後嘅樣嚟嘅，嗰陣就改咗咩叫做 Super 3啊，因為咧入邊嗰個 mon 咧佢改咗做一個叫做三面幕嘅戲院，可以播一隻叫做 Barcode Escape 效果嘅電影啊。左右嗰兩個 mon 咧平日唔用咧就會用銀色嘅布幕遮住，就好似而家咁。咁但係咧當年似乎就淨係得呢套 Star Trek Beyond 用過呢個三面 mon 啦，仲要係咧成套戲中間某啲片段先有嘅，同埋咧呢個技術咧結果都係冇普及到嘅，咁所以真係數數埋埋咧，成個世界都唔夠10套戲玩過呢個 Barcode Escape， 咁所以其實呢度個 mon 應該都唔係用咗好多次。戲院中間3行啲凳咧又唔同嘅噃，係啲好似 sofa 咁樣嘅 VIP 位啊，差唔多有平時嘅2行咁闊啊，真係可以攤喺度睇戲咧，好似喺屋企 Netflix and chill 咁。出翻嚟地下大堂最 signature 嘅就應該係大家頭頂個108盞波波燈啦。108呢個數字咧就梗係有原因啦。根據佛經，每個人咧係有108種煩惱嘅，而呢108盞燈咧就係希望大家可以喺睇劇之前撥開雲霧見青天，靜心咁踏入劇院，借助戲裡面嘅智慧嚟面對現實嘅煩惱。佢門口呢個位咧就有呢部出卡式磅重機，香港剩翻唔多噶啦。有傳呢部機喺2012年差啲續唔到租嗰陣咧，係俾個私人收藏家收藏咗嘅，係李居明揾翻嗰個收藏家先揾得翻部磅重機放翻喺呢度嘅啫。今日咧就係新光戲院嘅最後一日啦，冇留意開嘅朋友咧就可能以為咧呢度因為錢嘅問題咧又做唔住啦。但其實自從李居明接掌咗新光之後咧，呢10幾年嚟一路都相安無事，亦都冇再傳出過任何嗰啲咩資金嘅問題。大家試諗下，即係呢度租咧已經100萬一個月啦，仲未計嗰啲平日恆常嘅 maintenance。其實如果要做唔住咧，就一早就做唔住㗎啦。李居明自己都有好老實咁講啊，話其實做新光係一個蝕本生意嚟嘅，咁所以咧佢繼續一路做落去咧係真係愛嚟嘅啫。愛啊，哈利，係愛。咁大家有可能話啦，咁扯佢咁有錢有咩所謂啫？但係講真喎，蝕本生意喎，唔係真係個個有錢人都肯做㗎嘛。所以咧，今次新光真收皮咧係唔關錢事嘅，但係竟然咧係同宗教有關啊！戲院呢度即係僑輝大廈地下，連1至6樓同埋天台喺2023年尾俾 Island ECC 教會用7.5億賣咗。Island ECC 嘅 Senior Pastor Brad Hillett 就話：教會咧就唔係想拆咗個劇院，一嚟咧就因為佢自細都跟住阿爺阿嫲嚟睇戲，對劇院都有好深嘅感情；二來咧就好中意劇院裏邊呢個無柱式嘅建築格局啊，好啱嚟做主禮堂，就可以好多人一齊崇拜啦。佢甚至咧想將樓上2院嗰個戲院變翻做 balcony seat 啦，咁就可以再坐多啲人一齊崇拜啦。咁所以咧 Island ECC 佢哋嘅目標咧係將個劇院活化啦，打造成一個多功能社區服務中心，可以作為一個公共空間咁俾大家使用。希望咧就可以吸引多啲年輕人嚟呢度，而唔係直接拆咗個新光變做教會。講到咁咧，大家就可能會講：咁你之後啲劇團租翻嚟做粵劇咪得咯？個問題就嚟啦，因為粵劇界咧演出前嘅習俗咧係一定要拜祭咗呢個華光先師先嘅。咁但係呢個 Brad 就覺得咧喺自己嘅教會裏邊擺第二個宗教信仰嘅神像喺裏邊咧，就覺得有啲違背自己嘅信仰啦，就接受唔到。佢接受唔到有個神像喺佢個教會裏邊啦。咁但係咧粵劇界又接受。粵劇界又接受唔到，演出之前咧唔拜咗華光先師先咯，咁所以咧呢個就跌咗入嗰個無限嘅輪迴嗰度啦。跟住呢件事咧就傾唔到落去㗎啦。咁但係咧因為教會咧有呢度嘅業權啦，咁所以佢就贏咗啦。咁新光咧就要退場啦。隨住香港最後一間民營嘅劇院落幕之後，如果仲有劇團想租場嚟表演咧，由以前咧可以 book 到最近2個月之後嘅新光呢個場咧，到而家咧就變咗要早7至12個月咧向政府申請場地，仲要搞一大堆行政手續。咁如果咧你套戲 overrun 嘅話咧，就變咗喺新光咧半個鐘計你1節咧，去到變咗1分鐘罰你多過1萬蚊㗎啦。新光經歷過咁多次，差唔多收皮，但係突然之間復活啦。今日我嚟咧已經係最後一日啦。呢度咧有冇奇蹟我就真係唔知啦，我哋就拭目以待啦。完。我哋嚟今日影個戰地記者魏 Sir 啊，喺度夾縫中為咗揾到更佳嘅位置啊，幫佢啲影片啊，而家喺度尋找緊啊，佢又收埋佢碌嘢，嗱見到佢碌嘢，佢碌嘢喺度，2305嘅，咁啊佢仲未熄燈嘅，理論上平時係11點熄嘅嘛。今日好似係搭3。可以搭晒。我哋睇下今日會發生咩。好啊，咁我哋嚟睇一睇而家呢個英皇道嘅現場啦。咁就已經被一班攝影人士已經佔領咗噶啦。哇！
你維持喺度做緊正經事情啊！咁多人有咩感受？攰。真係。因為有陣時你影咧都唔係話特別多人，但係你今日呢個係極度多人咯。我通常都係揀啲冇人會去嘅地方影，真係好少喺啲咁多人嘅地方會出現。我晏晝嚟咗拍嗰啲資訊性節目咧，我覺得勁尷尬咯。即係我攞住部機影咧，勁多阿叔望住我，即係佢哋係咁樣望住我咯。跟住佢仲要行下，跟住我勁尷尬，跟住我就啲阿叔未見過新科技啊！ wanna cry。啊！你覺得你呢條片幾時會出到咧？立 flag 就出唔到啦，下個禮拜日10號，好，大家聽住啊！3月10號啊，晚上會出片。跟住就冇人睇㗎啦。